我今日嘅議題係關注博企同埋衛星場僱員嘅就業穩定同埋保障，確保本土居民優先就業同埋改善收入係重要嘅民生政策。其中，博彩業係本澳主要嘅產業，數以萬計嘅僱員啦，為咗行業同埋經濟發展係作出咗貢獻，養活咗唔少家庭。勞工界一直都爭取而且堅持莊荷同監場主任不輸入外僱，而且優企係應該要優先去聘用本地人，同埋落實更多本地人擔任中高層嘅職位。但係除咗呢啲嘅訴求之外，從業員亦都面對住好多方面嘅權益同埋保障問題係值得關注嘅。根據資料，去年底博彩業嘅全職僱員大約係52,000人左右，同疫情前，亦即係2019年底嘅58,000幾人相比就業崗位係大幅減少。一方面係源於業態嘅一啲調整影響咗人資嘅需求。另一方面，亦都有從業員反映，即使而家一啲工作量增加，但係都未有增加返人手導致咗人手不足嘅問題。甚至係有娛樂場因為更換電子設備而減省人手，員工工作強度同埋壓力都增加。萬一出錯嘅時候就會被警告，甚至係有職安健嘅問題。部分嘅員工反映目前存在編更安排混亂啦、返工時間去頻密調整等等嘅方面都係對於員工嘅適當作息同埋照顧家庭有影響嘅。再者早前都有休企嘅一啲員工反映佢哋被指係未遵守公司新嘅規定而被解僱。其後佢哋都嘗試去其他嘅休企去求職嘅，雖然喺工作技能方面已經過咗關，但係一直都冇下文，都懷疑係遭受到背景審查，亦即係我哋俗稱嘅就業黑名單問題，係嚴重剝削咗員工嘅就業權。仲有就係博彩法入邊規定有關衛星場3年過渡期今年年底就會到期啦，會唔會繼續經營就牽涉到唔少員工嘅就業權益。佢哋普遍都擔心可唔可以保住飯碗，薪酬福利又會唔會受到影響呢？為咗優化博彩從業員嘅就業質量同埋權益，本人就建議：第一，當局係應該積極去跟進衛星場員工嘅就業保障。距離衛星場過渡期僅餘9個月嘅時間，有關嘅場所會唔會繼續經營，社會暫時係未能得知嘅。而有關嘅問題牽涉到數以千計嘅員工，包括由承批公司自己直接聘用嘅莊荷監場主任呢啲，又或者係衛星場聘用，甚至乎係外判服務嘅其他員工。我哋都期望當局係能夠主動去溝通同埋了解衛星場嘅存續意向，擬定預案，尤其是係要保障員工嘅就業安排，致力係避免員工嘅權利受損。第二，落實本地人優先就業同埋提高博企中高層本地僱員嘅比例。落實博彩法有關承批公司嘅社會責任，包括確保勞工嘅權益，更加係積極去培訓同埋優先聘用本地人，減低外僱嘅比例。包括係要求博企佢哋嘅外判服務都要落實本地人優先就業嘅，進一步提升本地僱員，包括非博彩崗位擔任中高層嘅比例，去促進本地員工嘅向上流動同發展。第三，關注從業員嘅職業安全同埋工作壓力。博彩業係需要輪班同通宵工作嘅，對人員嘅作息或者照顧家庭點都有一定嘅影響。故此係應該關注佢哋嘅工作強度增加而人手不足嘅現存問題，以及因為編更混亂更換電子設備或者安排不當而引發嘅一系列職業安全健康問題，確保企業嘅制定更人性化同埋合適嘅安排，亦都要改善佢哋嘅工作職業安全嘅環境。第四，當局係應該認真跟進業內存在嘅我哋俗稱就業黑名單問題。目前仍然有部分嘅居民係難以就業，當中就包括咗呢啲過往因為不同原因被解僱嘅博彩從業員。就業黑名單呢個問題存在多年，呢種做法既缺乏法律依據同埋客觀嘅準則同證據，求職者亦都係冇任何公平嘅解釋權或者係上訴機制，甚至係不設年限。即使係無理解僱，都可能會長期被列入呢種黑名單。當局係必須認真處理呢一啲嘅投訴，並且積極協助遇到相對嘅困難嘅求職者揾工，真正保障本地人喺呢方面嘅就業權利。多謝。